有請岑寧兒、謝雅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岑寧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謝雅怡。雅怡啊，嚟緊咧，我哋要頒呢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喎。我哋兩個都係第一次嚟頒獎，你緊唔緊張啊？都有啲緊張㗎。哇！5位入圍嘅配樂人好似都虎視眈眈咁望住呢個獎喎。我唔知頒俾邊個好啊，悠悠。係，我可能係音樂嘅問題啫。轉隻歌咧，如果唔知點解，我突然間有啲悲傷啊！佢哋5個明明都咁犀利，但係獎就得1個，我更加唔知頒俾邊個好啊！唔好咁傷心，呢個都係電影配樂嘅威力嚟嘅啫。佢哋就係掌握住觀眾情緒嘅幕後功臣，帶我哋穿梭想像唔到嘅世界，進入角色嘅內心。而電影同音樂呢一對完美嘅組合，造就咗無數嘅經典。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《朱雲篇》破地獄。朱雲篇先後2次入圍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，憑住破地獄一片，令佢首次奪得呢項殊榮。多謝大家。陪我上嚟段音樂咁悲傷，搞到我有啲悲傷添。Anyway，thank you Jesus， praise the Lord。多謝我爹哋，多謝我媽咪，多謝陳茂賢導演，多謝你。多謝英皇電影、楊生、邱生、Jason。阿 Yan、宣發 Parsons， 多謝帶我入行嘅張國榮導演、郭子健導演同埋 Teddy Robin 先生，多謝你哋。多謝一眾好相信我嘅導演，阿簡君進導演帶咗我去做《白日之下》，餃子導演帶咗我做《哪吒之魔》同《鬧海》，好多謝你哋嘅信任。亦都好多謝身邊陪我一齊度過呢個音樂旅程嘅朋友。Kevin Fong, Uncle and Frank and Betty, Kitty, Sissy Fogg, 趙雅楠、Walter Wong， 多謝經理人 Vivian， 多謝女朋友 Winka。我做電影嗰陣時，其實明白咗好多嘢，明白咗家家有本好難唸嘅經，但係家家都覺得佢哋本經特別難唸啦。咁所以其實釋懷都好重要，希望大家睇破地獄嗰陣時，同埋聽我嘅配樂，都要得到一定嘅釋懷。我好中意香港電影，我想繼續努力去做好每一套電影，帶大家入去每個電影嘅世界裏邊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